们今天来到是眼睛王的红会广场店，他们在6楼的正中间，总店是在新店，然后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因为它有可以释放一些负离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我是 Gary， 我现在在眼睛王。眼睛王，眼睛王就是专门卖眼灯的，算是台湾的眼灯专家，然后他们有卖各式各样的眼灯，蛮疗愈的，就是你看了之后会觉得心情比较好了。家里都会摆一个在财位或者是卧室、客厅。对，就是适合的位置。我想要讲一个很重要的，是被老板科普之后我才知道的，因为我之前都会一直找喜马拉雅山的眼灯，结果发现喜马拉雅根本就没有眼灯，是从巴基斯坦喜马拉雅眼，它是一个名字，它是名字，然后眼睛王他们就是直接是从巴基斯坦进口的。第一手没有对直营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开逛眼睛王，这是鸽血红眼，假的意思不是代表它是假的，它只是接近它这个等级。对，那你们看一下鸽血，在这是顶级鸽血，刚刚那个上面写个假，是它密度还没那么高啦。对，它等级接近了。然后这个是密度比较高。对，因为分等级是分密度是最准的，颜色是大致上。以命理上面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很多人会特别把它放在家里的财位。如果以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，就是会觉得比较疗愈身心、发光的感觉，摆设你会觉得很漂亮。科学来说的话呢，在眼睛网站上，他们非常的详细，主要就会让空间没那么潮湿，会释放一些负离子。除湿防潮、净化空气，产生负离子。网络上的分享会说眼灯招阴。老板是说他原本没有开灯，原本是从地底挖出来的啦。对，说从地底挖出来会比较阴。但是打灯之后，它是阴阳有调和，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件事。表示就不用担心。对，因为我们常也会喜欢去大自然吸取很多大自然的能量，这些眼啊，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可以洗涤很多的心灵的感觉。一个感觉，一个感受啊。对，我们家摆眼灯大概有摆了，可能2-3年不止了。我们还是一切顺利，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哦。对呀。这个 LED 的啊。这 LED 的，他们 LED 是有专利的，会闪。就是它是有温度的 LED。它是有温度 LED， 因为一般你的灯一定要有温度，它才不会有水。我觉得好喜欢这白色，这个也好可爱哦。它是属于深层的眼眶，它跟刚刚那个鸽血在同个地方，同一个区域。对，这白眼是在命理界是标准的招财黄光，因为它是纯白色，灯点进去就会是黄黄的。所以这个要放在财位。对，就是眼睛王的 LINE 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，包含说你要放在家里哪一个位置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对。这个是深蓝眼灯，它也是深层地底下的眼眶，只是它含的化学含量是不一样，是含钠跟氯比较多。鸽血的是红色，是铁跟锰。但这个其实就很漂亮，低调奢华感。然后它这里还有这种打磨过的，就是有这种金字塔造型的小小。它是 USB 的，真的哎。这里。这个很适合有些人，就是那种小空间，小套房，就想放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，很可爱，CP 值很高。然后这还有旺来哦，然后还有爱心，是猫头鹰。这是猫头鹰，这好可爱哦。而且这是用 USB 超方便，就是小资族或是小家庭，然后摆小小的摆饰适合这个。圆形的，好可爱哦，像一颗地球。它是有求必应，它这个名字有求必应。当你想要有求必应的时候，就是买这个回家就对了。那我们这一集眼睛王的参观开箱就到这里喽。谢谢你们收看我的频道，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的安之 C 喽，拜拜。